后来咱的乡亲时代，大家应该拢有这种的经验。这个指甲边有时阵会有尖尖的溜川，穿衫的时阵，佫会去搞着。有时阵甲裂掉，佫会全裂一条皮落来，佫来流血。讲这就叫做指甲倒穿。皮肤科的医师讲，这个秋冬皮肤打扫较会来发生。为5月疫情爆发以来，大家是拼性命洗手喷酒精，就诊的案例嘛增加2成。讲这款情形，只要处理无好势，可能就会红肿发炎。护理人员周小姐大头母边啊有串串的幼皮，用手去甲拔，感觉看袂顺眼，忍袂住去甲拔落来，煞会变做安尼。皮无拔落来，手阁流血，这就叫做指甲倒穿。就是这样子的病人，大概有增加，就是有2成。疫情减价了后，案例变多，有民众把指甲倒穿了后发炎变安尼，会红会肿，发红感染，根本无法度做工课。它就是引流啊，排脓之后，还要加上抗生素的治疗，这样子它才可以就是比较快恢复，才能回去工作。医生统计4种行业上有可能拄到，清洁工、餐饮业者、美发业者和医护人员，拢是定定的摸水，或者是一天爱洗几啊摆的手，或者是喷酒精，造成手的水分流失，造成甲质化异常。看个30-50个病人，可能有一半的病人，他看完之后都要洗一次手，形成那个皮肤干裂或者指甲倒刺的情形，也就是我们皮肤旁边会有一个尖尖的一个凸起。替人看诊的医生嘛是指甲倒穿的患者，重点是要知影安怎处理。泡温水5到10分钟，伫指甲倒穿的所在抹凡士林，让皮肤变软。佮用消毒过的夹刀自倒穿的根部夹掉，千万莫用手去夹拔。有一点点小伤口的话，你当然可以准备抗生素的药膏，涂一下，这样 OK 棒包起来。洗手了后，会使抹乳液来保留手中的水分。若是真介用手去拔手中的皮，或者是有夹手的习惯，要尽量甲改掉，才袂互指甲倒穿的毛病直直出现。